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顶礼拜有提起着以利甲撒母耳这两个家族，这两个家族因为因对上帝的态度无共款，互因整个家族的结局无共款。咱今日要继续来看撒母耳安怎互以色列百姓来得到祝福。牧师最近咧读圣经以及伫信仰家己体验的过程中间，我常常感受到一个领袖。无论伊是伫政治上，还是伫属灵方面的领袖，甚至是一个家庭的家长，常常会因为因的选择来影响一个国家、一间教会、一个家族，有无共款的命运。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无论你的身份是啥物货，咱其实拢掌握一定的权力。所以有时阵，咱会因为咱一个正确的决定来带互别人祝福。也有可能因为错误的决定来伤害一寡人，所以这真要紧。咱今日就要透过撒母耳的故事，继续来看撒母耳安怎成做以色列百姓的祝福，互咱也当成做一个祝福别人的人。咱要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当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确信你的话充满快乐。会当为阮的生命带来祝福，会当调整、更新、改变阮的生命。所以主啊，这是阮要静静听候你的话，求你赏赐阮有智慧，互阮会当真正看出你话语的奥秘，也帮助阮有信心、有快乐，会当将你的话实行出来，来延光你的性命。我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首先先来看今日的经文的背景。伫祭司带领以色列人的时阵，咱顶回有讲过，伊两个囝真悖逆，违背上帝的话，做真无好的事。后来有一遍伫甲非利士人征战的过程中间，这两个囝拢战死，连上帝。以色列信仰上帝同在约柜，也被非利士人抢去，最后连以利也死。所以这个时刻是以色列人因历史上面临真大危机的时刻。约柜伫非利士人的所在有7个月，但当时也造成非利士人真大的困扰，因为上帝家己征战啦，以色列人虽然战输，但是上帝是大权能的上帝，伊家己征战，所以约柜伫这非利士人的所在，为非利士人带来真大的灾难。毋单单是因的生命大滚的这个形象被破坏，也互因得到真严重的传染病。所以非利士人，我讲这是上恐怖啊！所以因决定要将约柜送回去，互行这个以色列人。所以经历这个事件了，以色列百姓因真正去体验到，因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更真更活的上帝。所以这个时阵，撒母耳开始来领导以色列人，因为伫迄个时阵以色列国内还有一寡人敬拜这个其他的偶像，就是巴力甲阿斯塔洛女神这个神像。所以撒母耳就带领以色列百姓做一遍的宗教改革，要求因将这偶像完全来毁掉，互以色列百姓会当专心归向上帝。后来，专心归向上帝了，毋讲一切拢一帆风顺哦，毋是安尼哦。这时阵，非利士人佮开始来攻击以色列人，所以因佮面临一遍的挑战佮征战。这一遍，因就要求撒母耳替因向上帝祈祷，结果上帝佮听因的祈祷，惊心了，亲自拍败了来侵犯的非利士人。所以撒母耳就立一块石头做一个纪念的记号，称这个石头叫做以便以谢，来宣告对过去到现在到如今耶和华拢帮助因。咱今日要对这段经文中间来思考几个真重要的信息，特别咱来思考，咱安怎成做别人的祝福，也安怎去得到
上帝的帮助，就是以便以下的上帝的帮助。首先，咱先来看以便以下的意思哈。今仔题目叫做以便以下，这个字是希伯来文哈，是对两个字所组成的。以便是石头，以下是帮助，所以两个合作伙的意思就是讲是帮助的石，哈，帮助的石，就是讲撒母耳立一个记号，提醒以色列人，上帝是因永远的帮助者，是那亲像石盘遐尼稳固的帮助者。在以色列人的历史经验中间，因体验到上帝是以便以下的上帝。就是上帝是亲像石盘遐尼稳固的帮助者，咱分两个部分来看。第一项就是上帝是帮助人。牧师唔知影大家所经历的上帝是什么款的上帝，但是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如果你若真正认真去体验，上帝是一个永远的帮助者。在圣经中间，咱看见了撒母耳甲以色列人。因所经验的上帝是一个充满能力，而且亲自伸出援手帮助因的上帝。圣经中间嘛有真侪所在，拢看见着上帝当真做咱的帮助者。诗篇121篇安尼讲：我夜北黄山，我的帮助对倒落来，我的帮助是对创造天地耶和华来。伊的确无互你的脚摇错。保护你的的确无拄面，就讲咱一世人中间可能会经历真侪困境，但是真正会当帮助咱的，达得咱完全信靠，都是上帝那尔。咱要靠人虽然咱有朋友会当帮助咱，但是人的帮助究竟有限啊！我记得我有一遍的经验吼，就是牧师娘。伊迄时阵怀孕吼，当要生阮大汉查某囝母亲的时阵吼，因为是阮第一个囡仔吼，所以阮拢真紧张吼。迄母亲佫生做特别大只吼，牧师人无讲做大汉，所以吼，迄生产的过程中间到有产期还未生产吼，所以医生就阮建议讲吼，安尼我来拍催生吼已经拍24点钟拢无生出来吼，安尼就无用手术的方式。来生产手术的过程真顺利但是牧师娘因为安尼爱住伫病院几工的时间需要有人照顾我就甲牧师娘讲，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你我咧甲你洗浴的时候，我就讲你无论安怎，我拢会好好照顾你因为迄阵我较少年较好困上帝佫赐安眠嘛牧师娘老讲你暗时咧困的时阵暗时有时阵我爱起来便所较拜托你我帮忙一下。我拄则讲过上帝赐安眠嘛伊老叫3遍我拢叫袂醒。虽然我有足想要来帮忙，但是人总是软弱啦所以伊直记牢伫心念到前几工还咧念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人生会当依靠啥物人？咱最大的帮助是啥物人？人虽然真愿意，但是人无一定完全有迄款的能力帮助咱。但是如果咱若真正知有一个上帝，伊是绝对会当依靠的，伊是时时刻刻愿意帮助咱，而且是无拄面的上帝，时刻咧看顾咱的主。如果你若说真用心去体验，咱伫人生的过程中间。咱就是得到这款的上帝遐尼大的帮助。其实，伫我的信仰经历中间嘛是安尼。伫整个牧会过程中间，我真正亲自去感受到上帝大权能的带领。伫真困难的过程中间，上帝有缘带来十足的帮助，互我绝对会当依靠。因为上帝的帮助是绝对的帮助。圣经同咱讲。耶和华是帮助我的，我的确无惊吓，人会当将我怎样？所以咱应该爱学习去完全信靠这款的上帝。圣经佫咱讲，上帝是亲像石盘同款，遐尼稳固，这帮助是非常稳当的。所以上帝
毋简单愿意帮助咱，伊是石盘。石头伫圣经中间的上顶的意思，就是一个真稳固、袂摇动的帮助。伊是咱的保守，是堡垒相款的保护者。所以，伊是稳固的石盘，互咱绝对的信靠。圣经同咱讲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我的拯救，伊是我的关台，我的确袂摇动。上帝保守，那亲像石盘同款稳固。有一首我真爱吟的诗歌就是圣诗189首，大家拢真熟的一首诗歌就是替我拍半石盘身每一遍我咧吟的时阵我拢会让感受到这首诗歌的作者迄款真深沉的体验这首诗歌安尼吟伊讲替我拍破石盘身，予我美伫你内面，你手掌插遐袂开，空嘴流出火甲水，两项讲好我拢爱。写做细心拄歹代，这首歌作者有一个特别的经历，在伊一边咧旅行的过程中间伊拄着真大的风台，风真大，甚至伊无法度佮继续向前行。伫即个非常危险的过程中间，伊看到头前有一个大的石洞，伊就秘入去石洞内底。当伊秘入石洞内底，伊发觉讲外面是风真大，但是洞内却是平静安稳。所以伊即个时阵，伊就想到讲，主耶稣基督是普世万人的拯救的石盘，伊拍破家己的身躯，互咱遮有罪人得到伊完全的保守。所以我每一遍咧吟这首诗歌的时候，我都想到讲，咱人是何等软弱，但是因为咱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会通秘入伊的内底，伊拍破伊家己的身躯，互咱秘伫伊内底得到完全的保守。这款稳固的石盘，是值得咱专心去信靠。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要有这款的理解。咱伫人生的过程中间，咱有时会袂记得上帝的恩典咱得到保守，咱今仔日伫全世界疫情遐尼严重的过程中间，咱犹原让伫遮组织来敬拜上帝，这是真大的问题。当然，咱有哪去体验遐个拄着遐尼困难的其他的国家的百姓，但是咱伫安尼，敢无应该献上咱的感谢？因为咱今仔日会当安尼，毋是偶然的，是真侪人的努力，甲上帝的保守。所以咱来理解上帝既然是亲像一个稳固的石盘咧帮助咱，咱要安怎去领受这款的帮助？咱来对以下的经文来学习。今仔牧师要甲大家分享3项真重要的关键第一项关键咱来理解咱咧看这段经文的时阵咱一定要有这款的理解。以色列百姓之所以会当有以便以谢，去体验到上帝是帮助的这款的经历有一个真重要的因素，就是因愿意悔改归向上帝。这段圣经中间有一个真重要的描述，就是讲撒母耳对以色列百姓讲：如果你若专心归向上主，就的确弃绝所有外族神明甲亚斯他录女神的形象，你若将家己完全献上，独独侍奉伊。安尼，伊就会救恁脱离非利士人的管辖。换一句话来讲有一个要紧的点，就是讲要弃绝所有的偶像，独独侍奉真神上帝。就是因爱完全悔改，毋通阁亲像过去同款，三心两意，阁去侍奉别个上帝。所以以色列百姓因为听了撒母耳所讲的话，因就除掉所有的偶像。而且自集伫米利巴的所在，承认家己的罪。咱看起着圣经中间讲
因抢水淋伫上主的面前。抢水的意思是啥物？就是上顶因的目屎啊，讲因的心甲因的目屎淋伫主耶稣淋伫上主的面前，表明家己迫切真心的悔改，然后因敬这祈祷，完全悔罪，专心归顺了上帝。其实这个道理无困难了解，但是如果咱若无悔改，无听上帝话，怎样会当得到上帝的帮助呢？咱若往前去看吼，咱看撒母耳上卷的第4章，以色列人甲非利士人去征战，嘛共款伫即个以便以谢即个所在征战。因迄个时阵，因去征战的时阵吼，因想讲，因把迄个约柜拿出来，因掠做安尼吼，上帝就甲因同在，因为约柜是上帝甲因同在嘛。啊，伊个大声话吼，改成做有精神安尼。啊，约柜举去头前要甲对敌相战，结果大失败。为什么？因为无悔罪嘛，本质无改变，上帝的帮助就袂同在嘛。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若要得到上帝的同在，咱来理解，罪会互咱远远离开上帝的帮助。当咱愿意伫圣神的光照下面，知影咱倒位去得罪上帝、得罪人，咱愿意完全悔改的时阵，上帝的确为咱带来帮助嘛。咱会当经历上帝伫咱中间帮助，这是第一个真重要要点。咱来专心悔改，顺服上帝。啊，第二项呢，咱干那悔改吼，佮爱做一件代志吼，就是圣经继续甲咱讲吼。爱轻仰上帝，爱一心归顺啦。吼，咱首先来看这段经文中间安尼讲吼，讲这段时期，以色列人拢向上帝求助。和合本的圣经吼，伊的翻译安尼，讲以色列人伫这段时间拢轻仰上帝。啥物叫做轻仰上帝？原文的意思就是讲，因拢非常悲伤来向上帝哀求。啊，这个人为什么会悲伤来向上帝哀求？就是讲，伊要靠赖上帝，将伊的生命完全投入伫上帝中间，就是专心全意去追求上帝。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要得到上帝的帮助，除了去查验家己的罪、认罪悔改以外，咱必须爱去认真去检视咱的生命轻仰啥物货，因为轻仰啥物货所带来的结果会完全无同款。你心内咧想啥物货，你整个人生就受这个物件去吸引去。人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敢知影牧师吼？那拜六通常会做啥物款眠梦？你敢知？我若拜六暗时吼，咧困的时阵，我拢会梦起我咧讲道。因为我拜六差不多规工，我拢会去准备迄个讲道片吼。当然有时真紧张吼。拜六若上紧张的时，暗时咧困的时阵，会梦起讲吼，我讲道的时阵吼，找无牧师服啦，无就找无讲道片啊吼。若迄工较在稳吼，我就梦起我伫咧讲道先有先准备者，因为规工拢咧想这嘛。你若轻仰即项物件，你著规工拢会受伊吸引嘛。有个少年人爱拍迄个电动玩具，伊去目睭开开，就迄个电动玩具的迄个画面就出现。咱若爱追求啥物货，咱目睭开开的时阵，就去想到迄项物件，这就叫做轻仰啥物货。所以伫遮圣经来讲，咱爱轻仰上帝吼，咱若仰望上帝是以便以谢帮助咱的照盘的上帝的时阵，咱就爱轻仰上帝嘛，爱靠赖上帝嘛。如果咱的内心一方面期待上帝咱帮助，但是咱却轻仰其他的代志，咱就无法度得到上帝的帮助嘛。咱爱追求帮助，咱就爱接近这个真真正正会当帮助咱的真君上帝。咱就爱去思考上帝的代志嘛。而且思考了吼，轻仰了，咱该安怎？一心归顺嘛，咱来完全顺服嘛。咱知影，咱只轻仰上帝、接近上帝还佫无够，咱必须要完全顺服
上帝独独侍奉伊。所以对经文中间，咱看见着有一个关键的字，就是讲，如果你若专心归向上主，你将所有生命中间的偶像拢来除去，将家己完全献予上帝，独独侍奉伊，安尼咱会当得到上帝的帮助，会当体验到迄个一变一下的上帝。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问题的重点就是讲，你敢有三心两意？咱的人生往往咱期待上帝咱帮助，但是另外一方面，咱去倾向世界、顺服世界的价值观。上帝对咱要求就是爱一心一意、完全顺服，这是得到上帝帮助的一个绝对的要件。当然，咱要理解当咱愿意倾向上帝、一心归顺了后，毋是讲人生袂拄着困难，人生永远会拄着困难。亲像拄则经文中间，当因完全悔改、完全顺服了后，非利士人继续要攻击因，但是伫即个时阵因就无亲像第一遍，甲非利士人相争相共，马上就冲出去要相争。因做一件真重要的改变，因对撒母耳讲：请继续为阮向上主，阮的上帝祈祷，求伊救阮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替因祈祷献祭，伫献祭的过程中间，咱看见着上帝亲自带因征战，帮因打败非利士人。上帝应允因的祈祷，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转变。咱看见着伊甲过去无共款，因用这个行动来表示因专心归向上帝，凡事倚靠上帝。因为祈祷是找求上帝帮助上介好的方式。今日为什么咱教会遐尼注重推动中保大道的事工？因为牧师确信大道是领受上帝帮助一个上介好的工作，这是让教会持续不断进步的原动力之一。前几天牧师团有调集所有的中保大道事工或者大道者，做伙有一个组织。伫这个组织的过程中间，我听真侪这大道者因家己亲自的见证。因见证因伫大道社内底替别人祈祷，上帝就亲自同工伫这个中间，上帝就亲自带来帮助。所以祈祷是上帝赏赐予咱一个真大的恩典。咱凡事拄着困境的时阵，咱透过祈祷，祈祷了后，咱就专心信靠。确实，咱每一个人的确会当去得到上帝十足的帮助。所以，咱今仔日牧师甲大家分享，咱看见着撒母耳安怎真做以色列百姓的祝福，伊带领因会当做完全的悔改。然后带领因倾向上帝，归顺上帝，独独侍奉上帝。然后当因困境的时阵，因知影会当对上帝献上祈祷，不住祈祷，因就去经历到一变一下的上帝。上帝用大能大力来帮助因，上帝恩典就安尼临在伫咱的中间。亲爱兄弟姊妹，我想大多数的兄弟拢知影，我的牧师娘伫前一站破病，事实上伫今年3月份牧师娘伫迄个例行的检查中间，就发现倒边的乳房有肿瘤。伊伫7天前伫是正边的乳房有肿瘤已经伊经过7天，其实拢随常拢恢复完全但是无想到倒边佫发生有肿瘤的情形，即一边甲顶一边是完全无共款的肿瘤所以接受阮着一连串的治疗这个过程有经历开刀了，佫有化疗即马咧医院咧接受即个放射线治疗
因为发生的时阵，拄啊是疫情的中间吼，所以迄个时阵教会逐项事工拢有真大的变化。伫迄段时间内吼，其实随上伫教会伫病院以及伫我的家庭中间，安尼奔走的过程中间吼，随上杂杂地的代志是真济吼，讲袂忝实在是假的吼。伫这过程中间，佫有一遍有真大的经历啦，就是讲我伫这过程中间有一礼拜吼，就是有5天的时间吼，因为答应总会爱去新竹的所在训练这个传教士，所以我离开台北爱去到新竹的所在。伫这过程中间吼，无想到无顺利出去感染着吼，所以发烧啦吼，肺部积水。当我对新竹结束迄个事工了，转来到台北吼，来送去病院，医生讲这要赶紧来住院吼，所以迄一遍要住院13天吼。伫迄个过程中间吼，我实在是真自责啦，家己责备家己讲我较会爱遐尼无细腻吼，伫即个时刻搁出外面服侍吼，实在是真毋对啦吼。责备家己吼，伫病院内底，我嘛是真，你讲伫祈祷中间，是家己感觉讲真亏欠吼，但是真感谢主啦吼。我伫祈祷中间，犹原得到真大的平安吼。迄个时阵也有真侪兄弟姊妹对阮有实际关心以及带导，社会员也非常支持吼。伫13天了后，顺利来恢复。这个过程中间吼，我确信这是上帝对我的家庭的一个信心的磨练吼，为了要提升阮全家的信心。伫这个过程中间，我去体验到吼，啥货是信心？信心就是讲，你对这件代志完全无能为力的时阵，你也会当犹原去自行看去上帝伫这个中间的稳定。伫这个过程中间吼，我真正体验到上帝是以便以谢的上帝。我所信仰的上帝吼，伊所行的神迹奇事，毋是简单伫圣经中间记载。以便以谢的上帝，毋是伫纸面上记载的上帝，是真实活踮伫我生命，迄种带来帮助，迄种十足平安稳固的上帝。而且甲大家分享吼，咱人生过程中间，检测会经历真济这困境，但是毋通失望。上帝是帮助的上帝，伊是为咱备办充足的稳定的上帝，是绝对咱会当信靠伊。如果你若愿意信靠伊，来到伊的面前，伊得甲互你经历伊十足的帮助甲平安。愿上帝亲自赐福予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我们宣告你是以便以谢的上帝，是帮助阮的脚伴。主啊，阮愿意专心信靠，专心倚靠你来得到帮助。恳求你透过阮的祈祷，互阮经历你十足的平安。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